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俗语咧讲，卖肥假喘，无钱假好野人款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一个人卖扑假扑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喘，吃完喘第二条。这个喘就是呼吸的意思，咱讲喘气。卖当讲是一个人呼吸真急，也佫有真紧，气极伤。咱讲是皮皮喘，喘大气，大心气。像讲走甲一直喘，也佫有爬楼梯爬甲大气喘袂离。另外气喘的病，古早讲是喘病，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皮皮喘，有人读做皮皮喘，这意思就是讲喘甲真厉害。第二个词读做喘大气，这有两个意思，其中一个是讲一个人喘气真紧，敢若是歹喘气的型；卖当讲是一个人长吐气，古早讲是吐气笨兄，也就是鼻痰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准备要考清洁队员，先训练家己的体能，逐工走3000公尺，走甲皮皮喘，结果这届考试煞无顺遂，伊嘛无喘大气，继续拼死，准备下一届考试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喘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